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明咪，咱来读这个教育部的朗读稿，打算下这礼拜，这礼拜上尾一天嘛吼，虽然讲是8月初一，但过想讲过去甲这个朗读稿继续读一下啊，因为迄个啥8月初一，前几天啊，台湾第17个原住民部族是哪野族，总算讲得到内政部的承认啊，成做第17个。这有一个悲哀的代志，就是到目前为止，拢用台湾人的纳税钱伫咧做因中国人的代志安尼，所以这是中华民国政府爱改进的所在，嘛是台湾人爱继续努力打拼的所在。原住民因的自我认同是啥？台湾人、中国人、原住民无问题，其他的这我唔知影，总是可能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这条代志吧。好，不管反正有当阵啊，一寡代志毋是咱会使设想的，所以安心自在，自由自在啦吼。所以我看，我就讲多喊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。台北时间也毋是9点至10点，做伙来遮读我册。啊若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随我，我先来打这个真雅文博士因处理的这个啥，网络顶悬的这个文章啦吼，甲回顺的，啊你就讲参考安尼。然后其他的变看，我暂时无搁答，因为本来咧放背景音乐的，可能网络问题还是安怎，无我放的意思。安尼我就直接来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子》。伫这13个江北内，要找一个来风台老母，敢有遐艰难？正经超半个日，才有一寡片目拍通杀，搁切一礼拜，独独村民主伊有意神要服侍，毋过伊是一条后过王查某百岁年老，会使得到即间厝的缘故，有意向为丰原搬起来台北侍候老母。真正一礼拜后，就甲翁婿分方向，查某囝分卫星煞来台北住。民主初初来台北，有乖乖仔煮食、饼汤、洗衫、风台王查某，结果是3工尔。刷落去，平淡懒烂的躯壳，正紧就总趖出来。较害是不时甲老母搭起起冤家，正甲嘿嘿叫。老母是气噗噗，老母是气甲噗噗着，根要制才袂了。无偌久，北长客下的民主，看袂做得达阮万仔囝，食饱毋洗碗箸，就起空起笋，找因七仔好煮来烧糜，嚷甲大细声，冤仇愈结愈深。煞互台湾甲好子袂瘾阁大落去，跳工就搬去3楼，甲好子因姊阿辉遐住。有一天，台湾买一寡果子仔，调工爬起来2楼要孝敬老母王查某，顺续两母仔囝讲几句较大粒的话。讲到要挖中昼的时阵，老母诚亲切。就吩咐台湾讲，便菜饭、凊彩摆上啊，才去上班。台湾坐落去椅条仔顶要食豆，就还袂动着碗箸，随听着民主伫骹床后讲，较差不多咧。台湾撩啊硬气，讲是安怎晓？
Carol 麦克的款。这毋是大饭店呢，会当互你话食就食，逐晚拢无会话，点点啊徛起身，行出来客厅就甲老母讲：我食饱，要来去上班，要来去公司上班。哪会遐紧咧？早顿食伤济，腹肚枵饱饱，啉2喙仔汤就准煞，毋才遐紧。讲了随刷骹落去1楼。后来王查某袂当伫面子黄长的话句，甲翁人的心胸，心肝掠摊团，甲即阵咧住的2楼卖互阿辉，一声家己讨皮听，阁毋知死活的面子，鼻仔懵咧嘛是搬转去丰原食家己，换逐晚甲好子，随阁刷落来2楼住。1978年12月中旬，美国宣布甲中华民国台湾断交。跳年的正月初1，中共甲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。这两件政治事件，互规个台湾社会即时滚架起来。足侪有钱的大地主、生理人，讲去办美国、日本的签证，嘛有甲田洋厝地化俗卖、抢现金。要紧人讲，迄个客路的，客路敢若是咧听上课，还是安怎的款吧？无确定。抢现金，吼，迄个时阵真正1979年真清楚。抢现金要紧人讲，袂输台湾要沉落去太平洋迄款样啊！伫即个流歹才有法度看清楚好野人惊心力胆的真面目是啥。善良人啊，就无遮个笑瓜代通练啊。有一天，食中昼的时阵，好子先开喙问姊啊阿辉讲。即阵国际的势面诚歹，你有啥物拍算无？1971年，咱台湾互人踢出去联合国了后，我就伫想要安怎移民出去的拍算。毋过迄阵无剩啥物钱，就袂爱去变出啦。所以这其实照你讲是袂使讲台湾，因为迄时候做中华民国。一直到现在是台湾是纸头无命，纸尾无命。要讲台湾，这有淡仔是敢若大部分的人拢甲中文、中语、华文、华语、Mandarin、汉语、汉字这种南参加做就我咧讲上管意思。迄只是互家己的头壳塞敢若屎安尼，分袂清楚讲即项甲迄项到底啥物牵连。所以随讲讲。咱的大总统嘛是淡仔咧讲啥物中华民国台湾，迄是欺骗家己有路用的啊，咱嘛无啥物路用，因为即个物件无讲介迄种。好，拄则因为迄个啥，因为客户迄搭遐麦克无开，可能伫咧听演讲啥无确定，所以我就甲伊刷落去。所以我伫迄个啥，3年你若有迄种的遮。才甲伊，我是有甲伊扭啦，可能拄则迄个时阵伊伫听还是啥无确定。安尼，咱就来读即个115年度高中做朗读稿，后壁剩3篇啦，看觅，因为背到10，其实纯粹敢若读过快啊。只是讲若要分享交流，则可能就变看安尼。因为可能若是我的网络是安怎？安尼好，咱就来读落去。我看这篇有几段，1、2、3，中海段第3段不哩啊大段，4、5、6，后壁4、5、6较细段，所以可能我先读2段，志愿读迄段大段的，尾啊3段无讲介长的嘛，定差不多一半的是篇幅，3年才来读。Carol
我毋知啥物原因，拄则甲刷落去了，抽袂起来，若是安怎？可能要家己饲迄个接收吧，我无确定。好，来115年度高中组的朗读稿第8篇，转我一票，换一段好耍的青春，红明才。认真来讲，我透底就捌想过有一天会加一个学生会的会长，学生会会长的名号，应该是假啦吼。透底就捌想过有一天会加一个学生会会长的名号。也会去伫枕头看到选举公告，我头一个反应是：哎，有啥人甲去选？我就学了伊用骹，结果想袂到尾啊，我煞真做迄个啥人。我平常时就是迄种专门咧讲543的人，交作业拢是吊车尾，考试嘛是有过关就好。阮班无人感觉我有做会长的班，毋过迄阵阮咧想，高中3档若干那课业考试升学准备尔，安尼敢袂伤无聊？总是爱加添一丝仔小功，令你回想起来嘛会笑的代志啊。好，迄个，好，志源有。我用落选嘛无差的心情去领表，嘛随找一家以中兼换贴的成立竞选团队，斗阵日头壳设定，招大家做伙打出一个成绩，活拍佮烧落校园，这个核心理念来展开竞选活动。头一项，互陆续用笑声壮丽新歌影啊，制作笑亏。感心的文宣海报，文宣海报，比如讲你想要讲的，我来听；你想要做的，我来变。刷来啊，互大家同学感觉家己有人看到。设计我想要甲会长讲的话，会下完成网络表单，逐工公开回应，搁再来，甲随个社团联名提出社团成果连典日的想法。互全校看到因的成果，上